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超市甲量菜进口鸡卵这个案，昨昏去超几哪个所在，冒约谈相关警员。今日透早，超市公司的负责人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，也那量菜公司的负责人是以100万交保，涉任的员工以30万交保。另外，中央特产会姓吴的专员是以50万交保。伫媒体镜头头前是无去讲啥。检调侦办超市甲量菜进口鸡卵的案件，昨昏约谈中央特产会、农业部公务员、甲超市，还有量菜两间公司的人员。特产会过去的人员行伫后壁，穿白鞋子，量菜负责人之一的王朝辉，昨暗以证人的身份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。所以中间过程当中有没有谁直接过一下？专案发生伫去年，国内鸡卵供应量无够，政府委托超市甲量菜这两间公司进口巴西的卵甲日本的卵。毋过，去互在野党的立委质疑讲有涉及道理，嘛违反政府的采购法等等的义务，所以向北检告发，专案向道理甲诈欺的罪嫌来侦办。检调单位针对鸡蛋的部分，有来请畜产会的同仁跟相关的本会的同仁，到那个应该是检调单位那边去做一些询问跟约谈。那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，我想因为侦查不公开的方式，我不便说明。台北地检署分14路，超市农业部等等的所在，积极配合约谈的，还有超市的负责人陈武桥，甲量菜另外一个负责人林义良，还有农业部特产会官员，甲前特产会执行长，也就是现任的农业部动保司副市长陈忠兴，甲迄当阵特产会家禽组的组长蒋英泰，拢伫透早互请回。也那超市的负责人陈武桥涉嫌加重诈欺等罪，下令200万交保。而且限制出境出海，也那量菜负责人林义良是以100万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